我要专心感谢耶和华，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。我要在伫你欢喜快乐，至悬的啊！我要学乐你的名。这是来吟圣诗804首，大家大欢喜学乐来吟诗，大家大欢喜学乐来吟诗。孙城的正女主，主的正囝儿，天顶至大人君，和平我的主。即时坐伫座位，降临极归伊，大家大欢喜学乐来吟诗。孙城的正女主，主的正囝儿，请大家起立吟全首。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，顶世界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。上天打坐全能的上帝大面，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开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可活，永远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按即时来启应。启应文第59篇，罗马书第10章。启应文第59篇，罗马书第10章，我来启，你来用。你若用厝宣认耶稣是主，
深信上帝有互伊对世人中国话，就会得到救。因为人信心就得到称义，喙宣人就得到救。圣经有安尼记载：信伊的人袂得到失望，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，因为有同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。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。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，拢会得救。毋过因拢无信伊，哪会求救伊？都无听到，哪会信伊？拢无人传，哪会听到？都无车牌，哪会传？照圣经所记载，传播福音的人，因的脚业偌尔水。毋过，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即个福音。以赛亚讲：主啊，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？所以，信是对听，听是听基督的话。不过我要问，因敢真正拢毋捌听到？当然捌。圣经安尼记载，因的声音传遍全地。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。按即时来祈祷，至愿至大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的看顾，有你的同在，看顾阮拢会当平安顺利来到年底圣诞节期，欢欢喜喜伫咧学乐里，互阮看到毋忘快乐跟对你的脚业。虽然阮拢爱面对无共款的挑战，毋知影要安怎行。主啊，请你毋通离开阮，毋通放散阮，求你带阮行正直的路，做你所欢喜的事，互阮的心会当응你。主啊，请你保守看顾阮，尤其是身体欠安的年长的，天气真正寒冷，互每一个拢享受因健康的身体。提醒嘛爱穿好小，才会当来到主的圣殿中敬拜你。主啊，透过你的话语，互阮所讲的、所做、所行的，拢得到祝福，专心倚靠你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即是来报告。消息报告：本会消息，第一点。本会本主日下晡3点到8点半伫副堂举办幸福茶会议，有报名的请准时参加。同工请伫下晡2点半以前完成预备并参加会前祈祷。第二点，本会发送2025年油厂教会月历，敬请兄弟以假为单位，每一户1份，伫办公室签名领取。第三，本会今年圣诞节活动如下：第一，下主日10月22上午2场礼拜举行圣诞赞美礼拜，由教会圣歌队献唱。当天第二、第三、第4场礼拜联合聚会，副堂转播。二幕礼拜改伫地下室小会堂。第二小点，下主日10月22第二场礼拜举行洗礼式，要接受洗礼、更新礼、小仪洗礼的，请伫本主日前向办公室报名。未参加幸福小组的，爱参加信仰个别课程1点钟。有报名参加洗礼的兄弟，请伫当天上午9点半准时伫3楼生活广场参加洗礼说明会，请穿正式的服装。第四，2024年高雄圣诞嘉年华会由高雄市政府甲高福明联合正教会共同主办，时间伫12月24拜二下晡6点半到9点，地点伫中原公园。活动内容有：除了食饮算乐免费了后，阁有精彩的圣诞晚会，欢迎兄弟向办公室索取原油券，一人1张，数量有限。第五，本会定伫12月29礼拜下晡3点到6点，2点半报道伫油厂敬拜中心举办新家人 Party， 参加对象有2024年度新家人、幸福福长、长乐小组长，敬请12月25拜3前上网络也是向小组长报名。第六点，2025年每日严禁释义开始订购，费用400块1年4本，大字版的是520块，请伫
1月初5前向陈佩芬干事购买纳钱。第7点，本会2024年度各项奉献甲10月29日前截止线上也相同。爱领取2024年奉献证明的兄弟，敬请配合。第2，集体消息。第1，双连牧区有报名参加12月16到17拜1甲拜2台东旅游的双连兄弟，当天透早6点50分，伫教会准时集合出发。第2，合作社。敬请社员伫12月26前完成12月古金存款甲还款，以利年终结算。第2小点，社员大会定伫114年1月19日礼拜下晡2点半伫本会主堂召开，1点20分起赴堂报道，敬请社员踊跃出席。第3，幼光幼儿园第1点定伫本主日上午11点50伫地下室中会议室召开董事会，敬请各位董事出席参加。第2小点，114年新增幼幼专班招收学籍满2岁幼儿，请会友协助广为宣传，转予厝边隔壁知，招生报名中。第4，学青牧区定伫12月21拜六暗时6点举行圣诞晚会。定伫油厂竞卖中心这边活动需要线顶登记报名，领取电子票入场。若要纸本的，请向蔡明家传道来报名。第5点，儿童牧区定伫114年2月初9日礼拜暗时7点举办新年斋的成果发表会，地点伫主堂，欢迎会晓乐器、爱跳舞的囡仔、个人也是活团体，伫114年1月5号前使用 QR code 报名来参加。表演内容3到5分钟，欢迎兄弟鼓励囡仔参加。以上报告，咱即是来看圣经。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第4章第50到19节。约翰福音第4章第50到19节。对因的甲撒玛利亚一个城，名叫苏加，郡雅各，予伊的囝约瑟的地，伫遐有雅各的水井。耶稣行到先，就因的坐伫水井边。迄时约中昼，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的附近人来抢水。耶稣甲伊讲：“请予我啉，因为伊的学生已经入城去买米通来食。”撒玛利亚的附近人甲伊讲：“你是犹太人，怎样对我撒玛利亚的附近人讨水啉啊？”是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往来。耶稣应伊讲：“即使你捌上帝的恩赐，甲对你讲，予我啉的是水，你得较求伊，伊就用活水予你。”有伊人讲：“主啊，你无抢水的器具，井搁深，对倒落有即个活水啊？阮祖雅各留即个井予阮，伊家己甲囝儿甲前生拢啉即个井的水，你敢比伊较大吗？”耶稣应伊讲：“啉即个水的，拢要过喙焦，独囡仔啉我所予伊的水，会永远袂喙焦，因为我所予伊的水，要伫伊的内面成做水泉，直直涌起来，甲永远活。”附近人对伊讲：“主啊，用即个水予我袂喙焦，也免予我遮远像耶稣甲伊讲：“去叫你的丈夫正过来。”附近人应伊讲：“我无丈夫。”因为甲伊讲：“你讲无丈夫是对，因为你捌有5个丈夫，但所有的毋是你的丈夫。你的话真正对。”附近人甲伊讲：“主啊，我看你是先知。”愿上帝的话常常踮伫咱的心内。来，俄勒请俘虏献歌队。
讲到今日红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“看弥赛亚要来啊，看弥赛亚要来啊”。红牧师请。各位我所听的兄弟大平安。顶礼拜，伫咱台湾有一个真有名的歌星。伊办一个演唱会，这演唱会吼，轰动台湾所有的媒体，一天甲报几6届。要报到伊的演唱会，听讲爱去下水道去听伊的演唱会，较甘愿啊。连那下水道都爱去啊，买袂到去下水道罔听，啊伊嘛好啦吼。弥补伊买无到演唱会门票的遗憾，可见啊，咱知影伊的歌吼，互偌迷人啊，互人则羡慕，讲要听伊的歌。咱知影什么人嘛？哎哟，周杰伦这边的唱歌队，妇女唱歌队都有着时代吼，可能囡仔咧听，伊嘛都咧听啦吼。无毋对，周杰伦伫台北大连人这所在演唱会一唱4天，迄大连人总共有60楼，连续4天有几个人听？你知毋知？2万哦，伤少。吼，你小看会起咱迄粒两啦吼。38000人，总共38000人，伊迄连续4天中间有遮个人咧听。咱看到演唱会迄个新闻的画面，哇，规个大连人拢若是伊的歌迷，啊，不过你想象一下吼，若假使主耶稣出现伫迄台北大连人，安尼出现的遮个人数。敢会较输38000人的歌迷？敢会较输？无一定哦。
台湾无信主的人，比有信主的人较侪哦。咱想象一下，耶稣若伫这大念堂出现，人数会较侪济，还是较少济？感谢主，恁对耶稣这样有信心。另外，这咱看，当主过来时，出现伫台北大念堂这个所在，无论咱讲人济较济也较少。拢袂要紧，重要是有偌济人真正带着较无心来找耶稣咧。今日圣经内底，这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见到耶稣，伊一开始看到耶稣，耶稣甲伊啊，甲伊讨水啉。后来呢？耶稣甲伊过去所有感情的历史啊嘛，种种晓出来，讲出来。尾啊，这个妇人人起声哇，来讲起伊怎样拄到这个国外耶稣。另外这，伫大降节第3主日，咱是毋是带着迄个期待弥赛亚？过来时，你是毋是带了期待？这大降节，这庆祝圣诞这日子中间，耶稣来伫你心内所扮演角色是怎样？咱来了解，耶稣当时为什么要经过撒玛利亚？咱来看地图，巴勒斯坦。在地图中间，咱看犹太伫撒玛利亚南边，啊，加利利呢伫撒玛利伫迄个北边。所以，若要对犹太去到加利利呢，行上帝的路，就是经过撒玛利亚，啊，无就爱坐约旦河、约旦的正啊，约旦。会东边行，无行约旦东边行的时阵，嘛是会经过外别人徛起的利加波利，嘛是拄着这外邦人。无论是行直的，行约旦的东边，拢会拄着。但今日讲，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的时，距离约雅各的井无到1公里。伊圣经甲咱讲，咱来看圣经，伫约翰福音书第4章第6节，圣经咧甲咱讲，伫遐有雅各的水井，耶稣行路前就安尼坐伫井边，迄时约中昼。主耶稣行入这个暑假这个所在，拄是中昼的时阵，伊嘛伫这时阵，伊感觉个夜深，嘛敢若个喙干需要歇困。这个甲你讲啥？耶稣基督道成肉体，成这人是真实，甲你共款，甲我共款，有肉有体。会喙干，会忝。伊嘛有，甲咱每一个人共款，有迄生理的需求。而这时，当看到一个撒玛利亚这妇人人出来酒水，耶稣便甲伊讲话。主耶稣甲这妇人人讨水啉的时阵，咱看这妇人人反应去怎样呢？伊讲：你是犹太人，怎样会对我？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讨水啉嘛？咱若对民族性来看，为什么这撒玛利亚妇人人对耶稣反应安尼？咱知影，撒玛利亚这个城曾经是以色列国的首都，总是受到亚述帝国的侵略了后，
甲外邦人、甲亚述人迁入去即个撒玛利亚的省份内底，因此，即个原本在于即个撒玛利亚这省份的这犹太人呢，就甲这外邦人、甲亚述人同婚。所生落来囡仔，就毋是正统顺犹太人。所以，若血统正顺犹太人，因未承认撒玛利亚人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，因为因有甲外邦的有通婚，因说落囡仔无顺，当然嘛未承认因是犹太人。虽然因的血脉内底有犹太人的血脉其中一部分，就是无顺。所以一般犹太人为着要保持圣洁，因无甲撒玛利亚人相往来，因嘛无互相接触。所以，若对犹太人来讲，无嘢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这回事啦。因一定啊驶过撒玛利亚，驶过撒玛利亚。但耶稣的做法却甲一般的犹太人无共款。对耶稣来讲，伊无这个计谋，伊拍破民族之间、地理之间的计谋。咱若看圣经伫第9节，伊第9节中间咧讲到，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往来。原文的意思是啥物？原文意思是，原来犹太人无用撒玛利亚人用过物件啦。你看，连用过因都袂用啊啦。何况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连食饭嘛一定袂做伙。不管耶稣的门徒看见耶稣甲即个妇人人讲话，伊第27节安尼讲，怪伊甲妇人人讲话。即个门徒怪耶稣你甲即个妇人人讲话？你看，耶稣甲即个妇人人讲话，特别你知影？民族之间的计谋，血统之间无认同的计谋，佮特别是当时的犹太特比是无甲查某人讲话的，无甲妇人人讲话。过来，除了我讲的计谋这条件以外，佮另外一个计谋是啥物？连信用嘛计谋啊！喂，安怎讲？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。因为着敬拜，应该伫撒玛利亚、基利心山，还是耶路撒冷也敬拜上帝。甲为了这个争论吼，要伫对敬拜上帝，因都有意见无共款啦。所以你看，耶稣的时代面对两性计谋、种族计谋、信仰的计谋，但照一般犹太人。是无可能，就是咱看，主耶稣主动即个撒玛妇人人讨罪啉。咱不管是耶稣伫当时是行路善也好，还是生理需求喙大好，耶稣听好会当甲一般的犹太人共款，选择驶过约旦的东边，撇过外邦人的城市。不过，耶稣无安尼做。耶稣伊甲这妇人人是主动亲近伊，因为伊知影，这妇人人的生命内面需要极大的怜悯甲接纳。所以咱看到圣经中间咱讲到上帝主动啊，无错，伊对看到来，咱来看到。圣经出埃及记第3章，上帝摩西显现时，上帝甲启示讲：“我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上帝。”表明伊永远性甲全能性。第二个，以赛亚书第6章，
上帝以赛亚显现，展现伊家己的荣耀甲圣洁。上帝呼召以赛亚成做先知，成做耶路伯。上帝安尼主动以赛亚显现呼召，伊的目的是怎样？就是启示伊家己的本性甲荣耀，互人明白伊是啥。所以当人犯罪时，咱看到第三个咧，当人犯罪时会闪。不过你看创世纪第3章中间，亚当夏娃伫爱甸园，当因犯罪时，上帝主动去敲罪迄个已经犯罪立起来的迄对翁仔某。亚当夏娃，恁伫对啊？伊立起来。两位兄弟，两我所敬听厝的人，一个全能的上帝，敢唔知影，敢看袂到这对翁仔某比对吗？知。伊主动去找因犯罪，知影人见笑。虽然尾啊，上帝对因的犯罪有审判，不过上时上帝嘛对因有怜悯。最后一个，上帝人显现伫对呢？上帝亚伯拉罕显现，并且甲伊立约，主动甲伊立约，应允要互伊的后裔进入天顶的星、海边的沙。并且因为伊的后裔要得到迦南地，所以各位兄弟，这几个咧，拢咧甲咱讲，上帝主动显露伊家己，目的什么？互人甲伊起着关系，领受对伊遐来应允甲祝，这就是上帝对人的听。阿门。所以另外这今日。你我坐伫遮咧敬拜上帝，毋是我呢，是上帝伫你啊，搁伫母亲的腹肚内底，上帝的主动啊呐，拣调你，成做伊受恩的囝儿。所以甲你隔壁讲，你有福气，上帝拣调你。你有福气诶，上帝拣调你。为着什么？为着一个理由。什么理由？上帝听你，阿门。上帝听你，阿门。啊，听你要创啊？为伊做见证，互咱成做一个正人的模范，来传主的福音，阿门。所以，咱。伫主的教会中间，咱来清楚上帝呼召我，毋是讲啊，主我感谢你，我会当伫遮礼拜敬拜主得到救恩。咱是要通过你的生命，听见真理，改变。哇，这个某米人信主了，因一家和乐，哇，兄弟姊妹哇三听，厝内充满欢喜和乐的声。我隔壁迄无信的迄个，一间到暗咧，大细声响，哇，这两家较早济，你看这就是见证。所以咱看到，当主耶稣这个妇人人讨水啉的时阵，圣经讲迄个时间约略中昼，迄中昼可能是人食饭的时间。可能是天气炎热的时，真少人会选迄时间来就水。人大部分拢已经透早日头还未出的时阵，凉爽来就水。也是要暗日头要落山来就水。但这份人境会甲人无共款，特别炎热，人足无人的人来敬这时间来就水。为什么？因为伊要撇开迄个人群，因为可能大家拢知影，伊过去捌曾经有5个翁，
可能大家对迄个当时伊的迄个淫乱的行为无法度接受伊来摆脱，甚至伫后壁啦，滴滴嘟嘟啊，这份人感觉到自卑啊，所以唔敢伫人的所在出入。所以当主耶稣往伊讨水啉的时阵，伊想，奇怪，正人咧摆脱我，看你这个犹太人，都照你讲，就袂甲我做，甲我讲话的人，就真看轻阮的这种这民族的人。你既然就近我，而且唔就近我，你阁甲我主动讨水啉，你看这原本耶稣会当因为种族。因为敬拜，因为这因素，甲一般的人同款，甲会隔离，但是无呢，耶稣无安尼做，所以耶稣主动打破迄个人甲人之间的隔离。所以你看圣经内底第10节，第10节中间你讲啊，世事你捌上帝的恩赐。世事，你捌上帝恩赐。过来，迄经文后壁讲，互我啉。你若知影，耶稣讲，你若知影世事，你若知影，我互你啉，以我的罪上是啥？所以另外这咱知影，伊第10节讲，世事你捌上帝恩赐，甲对你讲，互我啉的是一水，你的确求伊，伊就用活水互你。所以，伊咧经文中间咱看第一句，世事你捌，意思讲你唔知影，耶稣讲，你唔知影徛伫你面前这个人，将来是要互你活水的。过来，你唔知影徛伫你面前这个人，伊的恩赐。伊要互你的恩赐是一个礼物，所以另外这，咱看到耶稣面对这份人，这份人唔捌你，嘛唔知影耶稣将来要互伊活水啉，或者互伊对北来有水冲出来，伊拢唔知，所以另外这咱看到上帝恩赐这句话。就是指上帝将来要互人的恩赐，恩赐会当翻译什么？恩赐会当翻译礼物赠送。你送人礼物是赠送，对不对？上帝要互你恩赐是赠送一份礼物，英文叫 gift。所以另外这咱看到，上帝要互你的恩赐，上帝恩赐，活水的恩赐是一个礼物。所以咱看到圣经内底第七章讲，有活水的溪，要对伊的北来流出来。这个讲啥？这个活水就是伊将来要受所蒙读的，这活水就是圣心。迄活水进入这福音人的心灵内底。所以咱看了39节讲，伊39节讲，信伊的人。要受圣神，所以咱知影，上帝要互人的这个恩赐，这个活水就是圣神，就是伊要互人的有条件哦。什么条件？第一，信的人；第二，愿意接受的人。所以只要信的人愿意接受圣神的，上帝就互伊这个亲像活水一般样。会圣神伫人的内底，只有信的人才得到，因为上帝是灵，所以主耶稣甲灵甲活水甲接起来，亲像以赛亚书55章第1节来讲，既然恁嘴大的人，就来抽滚水，所以了解咱知影。那从以赛亚书甲约翰福音书的第4章，迄经文做看，你会发现什么？你会发现这2节拢讲着啥？拢讲着水啊！这水是什么水？毋是恁兜的自来水呢，嘛毋是恁兜的古井水呢，
是啥物水？活水。这活水是啥物？圣神啊！所以，当咱啉到主耶稣所收赐的活水，咱亲像领受圣神同款。安尼，你会问讲，是啥物人有资格去得到是有圣神的活水的？以赛亚书甲咱讲，上帝亲自邀请人来酒水。约翰福音书第7章咧甲咱讲，伊也讲耶稣邀请凡那嘴的人拢去伊啊，去遐创啊，啉伊所收受的活水。安尼，牧师要问恁，你是迄个灵里感觉打扫需要圣神活水的人吗？是你吗？是你吗？是啊。你灵去打扫需要圣神的活水来充满伫你打扫的心里，阿门。所以你看这，咱每一个拢需要圣神的活水伫咱的内底，阿门。所以咱看咧圣经内底，耶稣甲这妇人讲啥？妇人这妇人讲，主啊，你无就水的器具，水搁深。钱搁深，对搭了有迄个活水啊！哇！因反问耶稣，耶稣讲：我要互你活水啊！伊讲：主啊，你无酒水的器具水这个钱搁深，你要对搭了得到活水啊！这妇人人甲耶稣讲的水，够共讲的水，无啦。妇人人讲的水是啥物水？物质的水啦。但耶稣讲的水是啥物水？迄个亲像圣神互人内心的活水啦。所以这妇人人用伊的观点来质疑耶稣：你也无器具，水搁钱搁深，你是要有互我活水？所以另外这咱看到两个人啊。你讲话安那无对等啊？讲水无个意言无共款，两个水会参像无共款。这妇人讲的是物质的水，但耶稣讲的是圣神的活水，灵内底活水，这是无共款的。甲你隔壁讲，这无共款啊！这无共款，真正无共款。无怪，这把撒玛利亚妇人人。质问耶稣：你都无器具上水，这个深，你要怎互我活水咧？所以这妇人人讲：若讲到这，你就输我一半。阮祖先国留落迄只水，互阮历代的撒玛利亚人拢有水通啉，阁袂欠缺。这个妇人人，若讲到好，讲到安尼吼。买柳又要翘起来，那讲阮的这个历代，阮的祖先吼，雅各，留互阮这水偌好咧，拢袂欠。可见吼，伊对这口钱啊，是充满着真大的满足感。这撒玛利亚妇人人诶，反倒当用骄傲心咧。你有比雅各的钱较大无啊？你有比阮雅各较大无？阮的祖先雅各较大无？你的钱有比较大卡无？对安尼，咱知影，这妇人人对头到尾毋捌耶稣是弥赛亚，是基督的身份。所以，咱看第13节讲啦，主耶稣回应这妇人人，啉这个水，落袂啦，喙干啦。耶稣甲讲，啉这水都袂喙干啦。为什么？耶稣知影你误解我的意思啊！我要甲你解说的，咱讲的无共款的水。我要讲的活水，毋是普通水，是圣神像活水。伊要甲这妇人人讲啊，你误解我的想法。你若啉到我所啉的水，我所赐的活水，就永远袂喙干。就是咧，若啉到你的水咧，啉偌久，啉无偌久。
嘛佫会喙焦啦。所以耶稣来讲啊，你啉我所赐的水，永远袂喙焦。为什么？因为物质的水会因为咱身体的代谢流失去，流汗也好啦，上厕所也好，拢会排泄。咱会喙焦袂？会袂？会啦，咱佫会喙焦。这个物质的水，这亲像什么？世界上的物质，你用足好的包皮包用骨质的，用上奈何的，我请问，迄敢会歹？会啦。你卖阿瘦的皮下，阿肥的皮下，会歹袂？会啊。我前几工穿迄皮下起来，开始落雨无注意看，风开啊！人我问天下的师傅，哪会风开啊？伊种环保材质，就风开。要安怎？用线甲提起来啊！安尼则好。了解。你讲到世间物质的物件，往往有一天会歹。世间的物件的物质，永远袂当满足人的心，因为人的欲望万丈深坑啊！人的心内欲望万丈深坑啊！永远无法度互你填满你物质的满足感。不管17世纪的数学家、心理家这法国人，一个布莱斯巴斯卡，伊讲安怎呢？伊讲人的心真大，互你规个地球塞入你的心内有无填满你的内心嘛？但是呢，你这个心是谁做的？上帝做的，上帝创造的怎么样？只有上帝创造的这主呢，才会满足你。意思讲，当咱有主的信仰伫咱的内面，上帝的丰盛就满足伫咱逐项的需要。阿门。所以咱知，主要所讲，囡仔啉我所予伊的水，永袂喙焦。了解？永袂喙焦，这个永远，伊希腊文意思是啥物？意思是永恒。无停止的为什么永远袂喙焦呢？因为耶稣予你的水，是毋是物质性的水？是活水，是内在的，永远袂停，伫你生命中间冲出来。阿门。迄个水的，亲像一条溪，一个水泉，永远冲出来。所以咱看到耶稣讲。啉我所赐的水，永远袂喙焦，永远袂喙焦。迄袂，伊希腊文是两个否定词，是加长语式，意思是讲你啉我所啉的水，永远袂喙焦，是永远真正袂喙焦，强调迄个迄满足感，袂啦，袂互你喙焦。总是咱来看到。啉这富人人因祖先所留的雅各的水，啉了会喙焦。这是无共款赞助的满足，一个是肉体，一个是灵里面的。所以咱看到，咱到底要经对一种是啉，若是你要经对一种，你要经对一种。牧师较讲嘛知影，心灵什么耶稣会放后边，毋是啦，耶稣会放头前。要爱水，随时10块去洗面买就有。但你要得到耶稣予你永远的水，是了带来相信较无心。阿门。所以了解，这个现主是徛伫耶稣面前的。徛伫富人人面前的耶稣，即上帝通过伊道成肉体，成做人的样式。伊徛伫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亲自来邀请即个妇人人。若是你
你是毋是会愿意接受这个弥赛亚邀请来啉迄个永远的水咧？所以，咱看这妇人听见耶稣安尼邀请伊的回应啊，伊讲主啊，用这个水予我，予我袂阁喙干，我也免阁而遮遮远的所在求水啊！哇，讲规波波，这个妇人有明白耶稣讲的无？耶稣讲要回我说啊，既然耶稣你都讲这好啊，这么好，你袂喙干，好啊好啊，你紧予我。那代表什么？这妇人伊有啊个定义什么？迄无质性的水，伊个无了解耶稣讲的灵里面灵性的永远袂取代的水，伊个听无咧。唉，伊个听无耶稣讲的。这互咱看着台语一句话，什么话你毋知？伊听无耶稣讲的。人若好呆，看面就知。伊个听无，所以咱看到，这个妇人，伊对耶稣讲的话水，敢若有兴趣咧。可能伊心内会相信迄个惊神惊迄个先生，讲好啊好啊，既然你讲遮好，这水活水予我，安尼我就免得透中道，啊是遮远的所在来抽水啊。我讲过，伊心内犹原停留着不质性的水。其实另外什么呢啊？这个妇人这个宗教心态，其实甲咱现主时一般人的想法拢同款啦。一般人来到教会，伊无信心你什么上帝、什么创造的、永生的生起来，伊可能无信。伊咧想讲吼，哇，若免付什么代价，互我得到较毋好。反正你行什么生起无要紧，要紧是啥物？要紧是得到，满足着因生活的需要，咁是真好吗？迄是一般人甲看到，所以咱看到，咱打做迄个圣诞爱无限，打做了对不对？这真济弱势的家庭来到遮，伊看哇，1000块，阁有这个饼礼物这么好，看毋好？你有感觉无？哇，若要爱钱啊，买物件吼，较远较远来拢欢喜。啊，你也讲吼，今暝有种教会吼。奖赏一两银啊，金啊，好，甲伊讲，毋免你是来排，暗时就来甲伊排啊，对不对？佮摕伊仔来排占位，你代表啥？人较看的，不一定是去使用，互你永远的水。伊较看是啥物？莫讲啥啦，互我有钱，互我有啥，拢好啦，啊啦，满足着伊现主时的需要。所以，伊这个妇人来到耶稣面前讲：“你予我水，毋通想讲伊就明白耶稣讲的，伊就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无啦，伊可无明白。尾啊，耶稣甲这个妇人讲：啊，你要爱水，好好好，带恁人来。耶稣甲讲吼，即摆甲你斗阵的，毋是恁人啊，过去吼，甲你斗阵的，你有过去无的翁。”耶稣吩咐伊人来，本来是讲物质的水，然后讲着活水，然后佢讲着什么？然后佢讲着条是活水跳到什么？罪。耶稣甲这妇人要讲的啥？讲着伊内心上欠缺，就是伊面对罪啊，就是伊过去捌有行姻缘的问题啦，性命的问题啊。耶稣知影。耶稣过去用一知识性的话甲伊讲，外表甲讲对啦，你即马无翁无毋对啦，不过过去你真有5个翁，哇！无人甲耶稣头讲，就伊知影。这妇人哇，有，这什么啊？你较知影我过去？啊，无来讲你也知，哇！伊当对耶稣怎会惊吓？哇！这人一定先知，哇！所以你看这。当人需要的时阵，人亲近上帝，上帝就教这妇人讲什么？讲罪问题，
甲伊讲做问题的时阵，这有人唔敢面对。啊，莫阁讲这样啦！无咱讲的要对敬拜是耶路撒冷，还是基利心山？了解你看到，当上帝主耶稣要甲这妇人讲，你内在的问题就是啊，罪性甲因犯的问题啊，伊怎唔敢面对？这显露什么？人啊，人拢唔敢面对家己罪，会闪避。就是咱看圣经内底第25节讲，这妇人知影弥赛亚要来，耶稣表明伊的身份。这妇人啊，就信，莫非你就是迄个讲的迄个弥赛亚，要甲一切讲代志讲迄个弥赛亚。妇人知影耶稣就是弥赛亚，伊就马上放下伊的水管转去城里，甲众人讲：这人既然知影我过去，其实迄当时耶路撒冷城通城人拢知影这妇人安怎，只有耶稣唔知。就是耶稣啦，拢知。你会想，为什么这妇人尾伊认出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，伊的反应遮大？因为伊生命看见拯救毋嘛，所以咱知影，伊生命过去，既然互一个毋知影伊过去的人，拢讲出来，这事件发生，互伊期待，互伊着惊。这个人就是阮所期待弥赛亚基督，所以你话这救恩临到，伊愿意拍开家己，伊愿意开始面对伊家己的罪性来悔改的时阵，伊就袂搁互撒旦来控告甲捆绑，所以伊真欢喜啊！有人这么懂我，有人这么愿意跟我讲话，哇！伊的性命无共款。众人讲，这妇人人拢奄奄一奄，拢唔敢伫众人面前出现呢。即下走咧城人讲伊的经过，所以你话这咱看到，耶稣用伊的权能翻转撒玛利亚，伊到一个淫乱的城市，找一个淫乱的妇人，伊要甲这个淫乱的器具来改变，回应上帝。所以，当这个妇人伊的因的生命受改变的时，这个城市嘛受改变。阿门。所以，了解上帝要互这个上帝无欢喜的城市、因乱的城市，要转化、要改变。所以，今日上帝呼召咱的目的，竞选咱的目的，敢毋是向咱蒙福，是不是？上帝竞选的目的是什么？迄种互你蒙福啊！是啊，咱的生命既然受上帝蒙福祝福，咱的生命就要开始为上帝来活，活出无共款你的家己，互你活出一个全新的家己，见证耶稣救赎恩典。阿门。所以今日上帝拣调你，拣调我，为了是要见证主耶稣。所以当咱无咧传福音的时阵，无咧带人信主的时阵，无咧见证主的时阵，另外我要严肃甲你讲，咱辜负了上帝竞选咱的好意啊！咱无甲这好意来达到，所以咱直接来思考，上帝拣调你，拣调我，真正基督徒要创啊，就是要互人通过咱生命的改变，新的家己来看见。上帝拯救我的生命，伫咱中间的祝福，阿门。今日咱做幸福小组，咱传福音互遐无信的人，咱在服侍过程中间，可能你像阮这组，伊的某有信，因咱无信，因某讲牧师拜托的较努力的互阮翁来信主洗礼啊。了解，伊甲因翁要洗礼得到救恩的这个代志呢？完全交托伫阮的身躯顶，期待阮的所做会当真正因翁婿得救。这有亲像这个妇人看到弥赛亚角色无？哇！你来啊！好，我真好，阮的救恩来啊！是啊，咱就是扮演弥赛亚的角色真做人的毋茫共祝福。
甲拯救，敢毋是？阿门。所以，当咱咧做幸福小组的时阵，咱必然要甲什么？甲咱的人的罪性清楚讲明白，互因因为愿意我靠耶稣基督，做伙去面对罪性，我靠主的开力，互伊的罪性对伊生命中间克走，互伊对主也得到救恩。阿门。今日是大讲节第3主日，咱毋望咱同心合意，咱来我靠主耶稣的开力，对付咱内心罪性、生命的罪性，互咱相信主的救恩，带来生命得胜。阿门。所以，了解，咱的生命毋是洗礼就当就讲，我完全相信啦，我拢未犯罪啊。上甲你讲。咱洗礼了，咱正性分别罪性，就是咱犹原安那，爱靠着圣神的规律来成做得胜的生命。得什么胜？你两正性，互你两正性，因为主耶稣圣神的规律来去福，互你得胜，互你因有无安尼犯罪。所以我们要咱爱样啦，正性，搁爱得胜的生命。对牧师讲，咱爱正性，咱爱得到正，咱爱正性，咱爱有得胜的生命。咱正性洗礼了真好，真好，毋是安尼尔。咱后边人生后半段，咱不是爱得胜，靠上去得胜，靠耶稣基督得胜。愿上帝基督大讲节的救恩临到咱大家，咱同心压头的祈祷。是阮听阮上帝，今日是大讲节第3主日。主啊，阮是毋是搁像这妇人人共款？阮一直咧注目着看到是物质性的满足，阮却无看到灵性活水的满足。提高阮咱的生命中间。一直互阮的欲望来捆绑威胁，互阮时常袂快乐。主当通过今日的经文中间，你甲阮讲，阮爱亲像主耶稣得到手术活水一般样，互阮的灵打扫的心灵得到活水的滋润甲充满。迄活水亲像圣神一般样，互阮活出来。互阮更新，互阮改变。主啊，阮的生命要只有甲主讲，阮洗礼了，阮正性分别罪性，总是阮的生命毋若安尼无够格。阮爱我靠，时常我靠耶稣基督的规律，互阮成做得胜的规律。阮赢过阮的肉体软者甲有形。互阮不断得胜有存来应光主，互阮成做新创造的人来应光主。愿主你是阮带领，看比赛亚来啊，拯救主的生命来啊，拯救的福音的好消息来啊，愿感得到。愿感亲像迄个什么利亚妇人人，佮咧看眼前的物质，满足的欲望，赢过灵性满足的。根据主你提示阮、带领阮、听阮祈祷，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回应诗圣诗265首，咱着敬拜主上帝，请咱起立来吟。
功德。咱这是咱为着咱的生命，求主帮助咱，互咱的生命的目头的焦点，无在伫物质的享受，物质的满足，乃是主互咱活水伫咱的心内，互咱打造的心灵得到头棒，得到解决，互咱毋但得到解决，啊得到满足。咱也常时为了咱下晡幸福聚会，为了谭牧师，为了咱所有的团队，服侍来祈祷。毋望今下晡上帝的话圣实的做工，互咱会当，互这个 best 看见，毋是眼睛物质的愿望，是灵性主会带来平安甲拯救。咱也为了这祈祷，咱也为了咱印尼短宣毋是印尼，马来西亚的。短宣，咱陈师母要带领短宣，明年后个月13要启动。咱为着因的备办募款一切，咱来为着因来小梦祈祷。咱也为着咱12月24，咱甲慈父的圣诞爱无限，这个时间，圣诞嘉年华，歹势圣诞嘉年华的时间来祈祷。毋望上帝伊做美好的工，咱举起咱的双手，咱大声喊三声主来祈祷。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！主耶稣，阮恳求你施恩帮助阮，互阮会当亲像即个妇人，毋是看到目前的物质的活水，物质性的活水来满足，乃是看到灵性的救恩甲满足。主啊，你帮助阮，互阮的性命我靠主，互阮的灵力不可打折，互阮灵力得满足，互阮真做一个有活水满足的人。互阮会真做分享的人，主你帮助阮，阮下晡，阮幸福聚会，主你使用你罗卜谭牧师以及阮所有团队每一个人，拢真做你所使用的罗卜，以后紧的工人，互阮团队服侍伫今下晡，主啊，你做工，互阮的这邀请的朋友 Best 会当听见福音，心来开，看见主你手术永远我。救恩临到你的中间，愿主你施恩当领，你也帮助阮师母姊妹牧区伫后个月要前往马来西亚沙巴来底选，愿上帝做工，互因一切备办拢伫伊亲像罗卜伊共款样来服侍这个穆斯林的小朋友，互因来看见救恩，互因得到救恩，互因对主也得到永远我的祝福。愿主你的带领，阮12月24，阮要甲慈父合作圣诞嘉年华。主啊，你圣神做工，互这个兄弟，互这个百姓，通过阮正人的服侍，甲慈父合作。主啊，福音的大门要大开，福音的声要大弹，互也正人听见福音，平安的信心，救恩降临的信心，伊也互人喜乐，互人得到。愿主你施恩带领，听祈祷。主耶稣，阮伫主面前，将阮一切大道事项，无论阮姊妹牧区要底选，还是阮二世要甲慈父合作的圣诞嘉年华，主，阮将下晡的阮的幸福特会，完全仰望，阮上帝你祝福阮流传到教会大细细，拢敬虔听主。互阮的心目的目标焦点伫主的面前，因为主的话、主的救恩，亲像活水浸入阮的心内，互阮永远袂最大，永远得满足。愿主你使阮听祈祷，互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请坐，咱即时来奉献，请祭司进前来服侍。
主爱的爸，你是统管万有的主，使阮所欠缺的主，使阮有丰盛的主。你的话语常常教示阮讲，信靠你的、敬畏你的，伫温事中一无所缺。感谢主，使阮有教业的恩典，真做事工的祝福，求主感纳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祝福齐见。接着，请阿牧师。咱参加同心领受对上帝祝福。我将上帝恩典、慈悲、甲保护成就，完全的上帝、爸、囝、圣神有恁在恁顶面，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